今年呢，7月20日今日係台灣高有之父鄧以祥120周年名單，為初到嘅推崇伊嘅貢獻，台灣鄧以祥音樂文化協會更加開始錄提鄧以祥嘅母校台北市立大學辦音樂會、研討會，韓國展出伊嘅書稿，咪希望大家韓國認識鄧以祥客家背景，表現那提創作嘅部分。原版舞蹈重判透過劉尚基、黃松烈跳音樂大師鄧以祥當入名嘅作品《熱熱燒》，現場裏邊透露動語文，音樂出版喺台北市立大學，看到一場很啊精彩嘅紀念音樂會。这一次都会有特殊的诠释，比如说像今天到场的陈冠宇老师，他就会用钢琴的方式即兴出来，四月望雨，那里面呢还有声乐家，然后还有合唱团，然后还有属于台北市立大学里面的学生来诠释这个作品。今年係鄧以祥先生120歲名壇，出席紀念音樂會，台灣鄧以祥音樂文化協會音樂初期出版2日，因為辦研討會，到全國界對音樂歷史還有台北學嘅角度，來了解鄧以祥嘅作品。也會講為什麼本行嘅當然了解音樂大師到客家文化嘅關係。未來甚至於希望說鄧以祥的一些作品，我們能夠再重新填上客家歌詞，然後讓它再發揚光大。因為已經傳唱了80年，我們希望後面的這80年有一些更多的客家元素融入在這裡面。你下開始到5月29日，喺台北市立大學圖書館，咪提起擺展出鄧以祥了解傑出教育嘅書稿，圖書啦原版重判，希望對學生嘅來講，有好多東西係做新嘅創意。客家新聞林建照、齊東俊台北報道。